戲都非常之神奇嘅，其實，因為由我爆鼻嗰一日開始到我開鏡，好笑，因為我爆鼻嗰日到開鏡嗰日，其實係2個星期嘅，醫生話我應該係個鼻係應該有一條2個 cm 嘅一條罅嘅，但係竟然即係拍下，跟住成條罅冇咗，到而家係完全一啲痕跡都冇，即係基本上係好似再做人咁樣。係啦，我知。咁啊，其實最主要我諗即係啦，即係剪咗好多個，因為太長部戲。咁但係我諗最主要其實係話俾大家知，人生係充滿咗希望嘅，即係因為我真係睇到頭先即係後尾嗰班球隊，我哋同佢踢過波，又同佢哋傾過偈嘅。咁佢哋好多即係以前係真係好似甚至污糟過套戲裡面嗰班演員嗰啲造型咁。但係佢哋後尾係個係即係全部企晒起身啦，即係企翻起身啦，跟住好努力咁去面對人生，非常之即係個大轉變。如果佢當初繼續咁樣瞓家落去，佢應該可能就會好似嗰個幫主咁樣，就最後就凍死啊、病死啊咁，一係就臭死啊咁。但係即係咯，所以人生其實好得意嘅，好多時候遇到困難嘅時候，千祈唔好咁容易放棄嚇，因為當你捱過咗之後呢，咁就會非常之雨後彩虹，即係好似套戲裏面講咁。咁啊，希望大家 get 到呢個咁樂觀嘅呢個態度啦嚇，即係遇到問題嘅時候就唔使咁淆底嚇，因為大把貨最緊要係啦咁。你有冇問題想問下 Alex？ 問。其實仲多，其實本來套戲裏面仲有好多我去揾老細嗰個過程㗎，即係要揾 sponsor 去，因為成班足球隊要去淨係去德國踢波，政府冇資助嘅，因為咁佢哋買機票啦，去到嗰度住酒店啦，每日要買飯盒俾佢哋食啦，咁啊完全係冇錢㗎，咁所以要揾人哋去贊助咯。咁啊好彩最後即係皇天不負有心人，佢都籌到一嚿錢俾佢哋去咁。仲要 turn out 原來籌錢俾佢哋嘅拍呢個籌錢俾佢哋嗰隊波嗰個人，原來係我朋友嘅朋友嚟嘅，咁所以即係好得意嘅，即係所以即係覺得呢個世界好多嘢係係咯，好有意義嘅，可以做去幫人。咁阿東係點解我哋留鬚？其實除咗我哋扮老豆之外咧，即係有鬚就似多啲老豆嘅始終，同埋佢真係佢套戲裏面，其實我本身對鞋係穿晒窿嘅，不過冇 close up 睇唔到，因為阿東嗰對鞋真係穿晒窿嘅，佢係每日咁周圍行，周圍揾啲流浪漢，跟住佢係不修邊幅，唔會注意自己儀容啊，咁所以我覺得留鬚係因為我覺得佢都冇時間睇鬚嘅之後就應該，咁所以我就留呢個鬚，咁啊係啦，咁所以就咁樣。仲有問題，有人問過我話係咪原聲大碟唱唔唱歌冇得賣㗎係嘛？有啦，佢哋話揾唔到喎好多。OK 咁得啦，因為聽日我哋都有得賣嘅OK，咁啊係啦，睇下小心返屋企啦，係啦，圈外有樣。